恭喜晒 Henry 咁啊！非凡豪傑就贏到係香港第一場嘅頭馬。其實佢一連兩場都已經跑得好好嘅。賽前你哋嘅信心係點咧？我都有信心㗎，因為 Cody 都覺得佢個狀態非常之好，同埋上次係走位有少少問題，但今次做得好好。我哋都係咁樣講啦，佢都係上一次表現稍微差少少，因為佢喺個圍欄嗰度咧，又起碼俾左右多少少。今日佢俾班德禮嘅指示就係盡量喺外邊，咁成功贏翻嚟。咁呢匹馬亦都係可以話未必話咁唔易拆騎係嘛？因為見到班德禮啦，或者之前杜遠英騎過，佢自己喺直路上都有少少內線偏向。佢因為比較年紀仲係輕少少，咁咧我諗佢都要時間適應嘅。佢大把進步空間，我覺得佢，因為佢喺澳洲同埋喺紐西蘭嗰邊咧，佢都係放頭嘅。嚟到香港咧，佢有少少唔適應，同埋隻馬本身唔係咁大隻嘅馬咧。學阿 Cody 話事計，佢喺馬林裏邊咧，佢跑得唔自在，所以佢喺外邊跑得特別好嘅，所以上一次係點樣發揮？隻馬其實就真係可以話係嚟到香港個跑法同喺新西蘭係完全係截然唔同喎。冇錯，佢喺嗰邊係放頭嘅，一路都係放頭嘅。咁嚟到呢度咧，反而後上咧，即係有個驚喜啦。呢匹馬就喺香港打開咗勝利之門啦！你哋對呢匹馬日後嗰個憧憬啊、期望又係點樣咧？我希望 keep 住上三班咧，跑得好啲咯。希望佢係，我認為佢可能都會越跑越長，因為佢各方面咧都係比較中至長距離，咁希望佢一路越跑越長，佢更上一層樓。咁呢匹亦都係 Cody 馬房嘅第一匹練馬師團體馬，呢匹馬對你哋嘅意義又係點樣？同 Cody 合作嘅情況又係點嚟嘅？係啊，好大嘅，因為大部分都係我哋 Cody 咧馬房嘅馬主嚟嘅，咁我哋支持 Cody 咧，所以咧就大家開心，最緊要咧齊齊高興齊齊玩嘅啫。預祝非凡豪傑繼續喺季內有更加好嘅成績，恭喜晒兩位，多謝你哋，唔該晒。